报道。来看总统蔡英文今仔早起出席国军三军6校的联合毕业典礼，这嘛是蔡总统任内最后一届以三军总司的身份来主持。总统致辞的时阵，嘛强调讲，政府会继续来改革国防，加做国军上顶岛的靠山。嘛指出讲，明年开始国军嘛来调薪4%。陆军官校让3年再度实体来参加国军三军6校的毕业典礼，总统蔡英文受到毕业生热烈来欢迎。蔡总统嘛亲身授解予各院校的代表，勉励少年的军官，并且强调讲，政府就是国军上届顶斗的配偶。政府也会当国军最坚实的后盾。明年开始，我们将会为国军调高4%的薪资，在营舍的整建及装备的改善，政府也会持续来做，给各位更多的支持和照顾。在场有包含陆军、海军、空军官校、国防大学、国防医学院，拢总有超过2000个毕业生，也阁有对友邦来12个外籍生。对陆军官校毕业的杜碧年，伊就是对史瓦蒂尼来的。I can teach them what I have learned here in Taiwan for the past 4 years. I hope that ou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can keep growing and be more stronger than before. 谢谢大家。面对毕业后的道路，我期许大家无论身处顺逆之境，都能够勇敢面对，并以国家安全为己任，以官兵福祉为优先。我也会和大家站在一起，共同捍卫国家主权，守护民主自由的价值。任后上尾便以三军统帅的身份来主持国军的毕业典礼。蔡总统强调讲，政府会秉持冷静袂肃静、理性袂抢渡的原则，提升国军的战力，推动国防自主，来确保咱国家的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